各位 DSE 嘅考生，我就收到一本關於 DSE 嘅書，咁我哋依家開出嚟睇下，究竟佢係一本乜嘢嘅書？廠商咧係話呢一本書咧係比較特別嘅一本書嚟嘅，咁佢就係寫住全港首創嘅我要五星星，我哋一齊睇下咩叫我要五星星先。佢係講話係一本可以幫 DSE 考生減壓嘅書啊，咁我都想知點樣減壓嘅，因為本書對於我嚟講咧係有啲厚啊。我正常收到本書咧，我係會睇後面先啦，咁佢後面咧係寫乜嘢咧？好特別嘅喎，佢話本書咁厚咧，就淨係得3萬字。我前面就有寫呢本書嘅使用說明啦，需要每日充電嘅，係啦，即係需要每日都睇嘅。咁咧佢有句嘢好特別嘅，叫做如發現書頁發光或自行翻頁，請勿驚慌，此乃5星星能量激活之正常現象，建議靜靜欣賞並繼續學習。之後咧，咁佢就有好多彩蛋，我俾大家望一望。係啦，大概係咁樣啦，咁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尖叫嘅聲音。呢個3萬字係完全正確嘅。嗱，咁書裏面都會有啲彩蛋嘅，都會有啲好特別嘅嘢嘅。之後都會有啲咩靈感泉源啊，有心靈雞湯啊，有應急手冊啊，都會有一個幫你檢查視力嘅表表啊，同我要五星星係有啲，即係同呢個 girl 係有少少關係嘅。一啲即係每一個科啦，可能中文啊、英文啊、歷史啊、數學啊，都有啲關於我要五星星嘅描述嘅，都幾特別嘅。文言文都有嘅，咁嗰啲後記啦就係編輯團隊啦。咁各位 DSE 嘅考生加油啦！希望你哋放榜一切順利啦。咁如果大家對呢本書有興趣咧，就可以睇下佢哋嘅 IG 嘅。咁詳細內容咧，我就會擺喺下面嘅內容嘅。